世界万项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最近传出了印尼这个国家准备咧研究着台湾的35万的印尼的移工要来撤侨的计划。讲到台湾呢，敢若亲像烽火台，一波一波消息呢下起来。那么演习封锁、禁运、撤侨、东西的七八拢来，是别人过敏，也是咱余毒不应该。咱安怎家己来看待？这是人之作战，你我拢爱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林老師，大家平安。第二位，台灣外籍工作者發展協會理事長池瑞希。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第三位，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張志東張老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第四位。軍事連線雜誌總編輯劉學謙，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首先呢，讓觀眾朋友來了解講，這到底嘅新聞嘅來龍去脈。講到台海局勢吼，看起來敢若真緊張。風聲講印尼嘅外交部有咧規劃，吼，這嘛是因一個報紙吼，叫做《羅基報》，講有咧規劃應變計劃，啊嘛準講哦，若發生了戰事。會講甲在台灣的35萬的印尼的民眾來撤離，咱的外交部來繼續表示講，會繼續甲各國的代表機構來保持着聯繫，有必要會提供着協助。那麼包括到 Pelosi 迄擺來到台灣，甲後面現主席進前蔡英文總統甲 McCarthy 的會面。那麼對着台海的戰爭風雲風險敢會升高？那麼台海目前到底有偌危急？去年傳出了菲律賓、日本來演技就要撤僑，那麼近日，那麼印尼的這個計劃到底是安怎？到底來了解。台海緊張局勢相關，印尼勞保部頂日報道，印尼外交部公民保護局主任努格拉哈表示，會繼續關注台灣事態發展，為着預防各種可能性，已經甲印尼駐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合作制定應變計劃。Kementerian Luar Negeri menyiapkan rencana darurat mengantisipasi perkembangan situasi geopolitik di Taiwan yang belakangan memanas di tengah ancaman perang dengan Cina. Keberadaan 350.000 warga Indonesia di Taiwan menjadi alasan utama penyiapan rencana darurat。这个報道也講，台灣是一個海島，唯一的交通就是透過海運也是空運。不過，在中國國防軍演中，總是演練安怎保衛台灣，佮切斷進出台灣的海空交通。一旦爆發戰爭，被撤僑只能透過海空路。要將35萬人平安退出，也是一項真複雜的任務。外交部表示，會繼續甲各國代表機構保持聯繫，適時提供協助。外交部持續與各國駐台代表機構保持密切聯繫，就區域及情勢交換意見，並適時提供各國為保護在台公民所需要的必要協助。針對中國駐菲律賓大使吳克儉講，菲美強化安全合作是干涉台海局勢，將歸結在台15萬非籍移工。外交部也嚴正駁斥，這種威脅已經達到明顯大膽的地步，是文明世界無法度容忍的言行。根據勞動部最新統計，印尼籍移工佇台灣的人數大約是25萬4千人，可較是當朝的主力之一。印尼政府針對台海局勢有做的撤僑計劃，民團憤怒，嚴重衝擊台灣教學能力。康護工是支撐着我們，就是這些老人家長照的不足做了照顧的工作。如果他們真的撤了，那當然就是很慘的，當然就是非常慘的。當協跨政府人權委員會表示，當協當準備至少2項保護移工的聲明。第一份宣言關係到佇歸期期間保護移工，第二項是涉及保護佇漁船頂的移工。記者綜合報道。咱首先啊，在要討論這個議題進前啊，要甲觀眾朋友先來說明。咱要討論這個議題上重要的原因，唔是要來講台灣到底有危險啊無危險，是要來講，若萬不一，若拄到這種情形，咱如何來應變？哦，這是頭一個。
第二个，唔是干那讲足危险、足麻烦、足痛苦而已。咱来安怎来理解这种代志？唔通家己惊到家己。哦，这才是咱这几点钟这节目要来注重的这个主题啦。哦，首先要来问到老师，印尼会做这种反应，那么包括着咱来看这个图表吼，菲律宾讲吼，这个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吼，伊也开始咧边仔咧注射。伊讲吼，你菲律宾啊，真正啊关心讲你若伫台湾15万的这个菲律宾，恁的劳工的安全哦，恁就应该来更加来帮助来反歹毒，吼啊，甲这个倒掺落去。这个中国在边仔吼，显然也有踮咩咧试火吼，这到底是啥物情形？老师，你甲咱小开破一下。唔敢咱知影即个4月14，即个印尼即个罗盘报嘛，吼，伊差不多有2篇文章都讲到台湾的安全的问题。是。印尼是今年即个东协啊，伊的轮值的主席国，吼。啊，但是咱会当看去即2篇的报道内底，咱讲佮重点看到就是讲，因为因有需要以即东协内底人权人权的部分啊，有需要来强调，吼。啊，以台湾有足侪移工，吼，35万，吼。啊，全部东南亚加起来差不多60、70万，吼。啊，但是咱就是讲看到伊即个报道内底，佫有讲到，甚至即马台湾有危机啊，即内底，即个主持人，要主持即个计划的人，就是讲台湾即马是毋是有危机？伊拍一个问号啊，吼。所以咱会当看见就是讲，有足侪。对外国，咱会当对因来说明的讲，应该有足侪指标啊。这个指标就是讲，台湾甲中国两岸的这个飞机是毋是有咧飞？这个国际的航班是毋是减少？啊，台湾人民的生活是毋是有受到足大的影响？啊，咱的社会，还是讲咱是毋是咱厝边隔壁有足侪人？要准备要移民，但是这种情形都无的情况之下，咱一定知影来讲，即马来讲，咱就要讲，这个认知危险变得是较重要，事实并毋是讲大家做想象安尼，吼，就是讲这个中国阮伊南捌讲过啊，吼，伊这不伊这个2005年，吼，伊有一个反分裂国家法。伊讲啊，你讲要对台湾使用武力啊，要尽最大的可能性，爱保护伊即个台湾的外国人的生命甲财产，这是伊第9条内底有安尼讲。哦，所以第9条有安尼讲。对，所以咱就是讲，咱家己本身，咱对咱台湾人民呐，咱爱知影，唔通受到即个一寡报纸、媒体还是政党的影响，吼，所以。咱是有这个风险嘛，但是并不是讲即马有这种危机啊。是，老师他讲了2点吼，这是我来整理，互大家来知。第一，咱应该各项吼，实在讲，国家应该爱理出这个指标，吼，咱即马安怎，吼，即马现主时的社会啊，如此，尤其吼媒体应该有这个责任，爱去讲出来。啊，第二，老师他也讲，这个。中国的反分裂法内面第9条就写，讲伊尽一切的这个保护你在台湾吼，的这个外国人啊，吼，所以实在讲无必要安尼。但是咱看到这菲律宾的安尼吼，这嘛真趣味。咱小弟来问吼，两位这军事专家到底是安怎来判断说，到底台湾是有危险无危险？另外，我来请教就这个市理事长吼。即马印尼在台湾有差不多35万人，因即马的心情是安怎？你有做较普遍性的了解？其实咱即马台湾的迄个印尼的移工吼，就差不多25万人啊。另外就是包括一寡迄个新南向的学生啊，啊，有另外就是咱的一寡即个外籍的配偶，吼，就是咱的新住民。讲起来，这35万人伫个咱台湾内底，其实。因大部分也是感觉讲，台湾是一个真安全的所在。
哦，啊，问题就是咱像个头拄啊，咱所讲着，台湾事实上是有一个军事还是政治的风险伫个遐这，啊，但是问题是目前并无这个立即的这个危机安尼，啊，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目前伫个台湾的这个外国人内底，其实因会当了解着讲台湾有即款的风险的问题，来自中国的风险的问题，但是还是感觉台湾是一个比较讲起来是一个安全的所在。所以因在台湾，即摆应该是袂讲真惊吓吧？即摆的情形是，大家事实上并无即款较迄个惊吓的即个心态。另外就是讲，因为咱台湾过去一定是一个治安真安全的迄个国家，啊，所以伫个一寡外国人的心中，比较起来是感觉讲，台湾是算做是一个安全的所在。有是加减讲啊，鸡卵咧抢安尼啊，你嘛？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啊，毋过就是讲，有一寡即个因。咱会当了解讲，因的国家的媒体内底吼，实在讲起来有当时也是因为因的政治的因素。啊，另外就是伫个伊的即部分吼，因像咱头拄仔咧讲的即个印尼伊是一个即马较亲近中国的即个政府。啊，另外就是讲，因为咱知影讲，即个印尼是世界上第4大的国家。啊，伫个即个政府内底咧，其实中国也用真大的困难吼，尤其是一带一路，嘿来甲影响。啊，伫个即部分讲起来，就是讲，印尼的政府即马比较去东南亚的国家来讲，吼，印尼是靠我中国对。啊，所以即部分你若讲伊的媒体来做即款的报道，咱是会当理解啦。啊，毋过就是讲伫个台湾的印尼人，事实上较无即款的迄个惊吓伫个遮。是，接下来请教着姜老师吼，咱他讲吼，在事实上，目前为止。看起来倒来是咱神经较大条，还是咱较孤独吼？唔知。但是人外口的人，你伫甲咱喊，咱面对这种物件的时阵，咱是要甲讲啊是哦，啊咱应该好好来看，应该爱朝什么态度准备，还是讲自我来认知？这到底这个中间值吼，啊要安怎聊较在较客观？你会当互咱来一个开判？一句话啦吼，用中国的成语啊，生于忧患啊，死于安乐。咱应该较正面啊，比较正面啊，来看阿强的威胁。伊若无逐工咧，甲咱话，甲咱刺激一下，咱可能伊若突然甲咱拍，真正佫较危险。所以我讲头一点吼，爱正面来看阿强的威胁。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头一点。第二点吼，我即摆就讲啊，大家以前是讲，要统一台湾吼，怕不如买，买不如骗。按即摆我加，我即句我加啦吼，骗不如惊。看会使甲惊台湾社会惊咧，按台湾都啊，因就会使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我看因的如意算盘就是安尼啦。毋过所以来讲，当回到你的问题，我想台湾伫这特别是这20年吼，特别是最近这10年啦，习近平起来以后，两岸的局势啊，真正有较紧张。特别是啊，迄美国就讲，毋是讲迄2027。阿强都有可能是，按这时间表若一出来，按大家拢惊起来，你知道？所以讲，毋过咱为乌克兰的战争吼，咱会使学到一点啦，大无一定讲会赢啦，小嘛无一定讲会输啦。战争吼爱拍才知啦，而且吼，我甲你讲，像我就昨啊吼有欧盟的代表团。到国防院来，你就问，恁台湾人敢会惊？哦，伊安尼问，台湾人敢会惊？恁台湾人的抵抗的意志安怎？我就讲，你若看乌克兰就好啊。乌克兰还未战争之前，拢嘛反战。乌克兰跟台湾足像的，伊嘛有国家认同的问题。有一寡亲俄罗斯的，当然我讲。战争无开始进行，无一个国家除了侵略者之外，无一个国家
讲哇来修正上好，我足爱，我拢唔惊，大家拢嘛惊，大家拢嘛无爱。正常人拢是对，正常拢是安尼。啊，毋过真正若竞争若拍落，这人的想法甲社会想法都无共。咱看乌克兰，咱就知嘛。为竞争，伊拢哇足惊，阮无爱战，还是安怎？啊，毋过竞争拍了，即马拢变啦。所以我讲，咱若会使为乌克兰即点嘛来学起来，就是讲啊吼，其实我是讲这是一个假议题啦。这是一个假议题，是。而且咱为最近的迄民调，咱来看吼，阮院内嘛做一个民调，你想袂到诶，有绝大多数支持兵役延长。这伫以前吼，这对政党来讲吼，兵役延长，这甲少人的票拢惊走，你知无？这应该是政治毒药、票房毒药啊！毋过想袂到诶，民调显示。有绝大多数的民众支持延长兵役，所以讲咱即摆就咱台湾规个，毋过你莫讲看一寡民罪啊，是然后一寡特别是中共的迄底下西人，就讲我就讲嘛，伊即摆就来搞咱台湾行甲投降，安尼伊就上好。其实我讲啊，韩国比咱搁较危险，甲韩国敢有惊安尼？韩国伊迄无台湾海峡，伊真正迄弹炮弹伊免飞弹足贵的啦，迄炮弹一弹落来啊，迄战车一开落去吧。咱台湾，因若真正要战争吼，即摆卫星拢伫遐看，无你部队集结，遐看清清楚楚，无遐简单啦。哦，你若外岛我较歹讲，你若本岛，你若大攻击要攻击本岛，迄一定拢看有诶。这是较不实。较客观来观赏吼，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请教着总编辑，是这35万人若真正要甲撤侨啊，这是要安怎来创呢？用架巴士啊，飞行机安尼个载吗？啊，因敢有飞行机头上来？这我想袂晓。我甲制作人两个人咧想讲，哦，一架巴士然后坐，互你钱50个，还是要载到当时？是，我。查了一下哈，印尼空军，我们一般讲撤侨，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计划。我们先优先撤走，比如说外交人员、重要的商务的人士等等，然后才会是平民，然后劳工这样。那一般的手段来讲，因为台湾四面环海嘛，它不是空运就是海运。那空海运，第一个我可以寻求民间的包机，我可以跟航空公司谈，我用民航机来做人员的撤离，或者是我可以去租船、租邮轮好等等去做撤离。那35万不是一个小数字啊。那我们以印尼它所拥有的比较大型的运输机，是我们也有使用的 C-13H 的运输机。那它的航程，大概单程飞到台湾没有问题，但落地之后可能需要加油嘛？对，或者是它中间要去协调类似菲律宾或者是其他的中继点去落地做加油。它才能够这样一个架次一个架次的把人从台湾给撤离。嘛，一架载无偌多咧。对，所以说以35万人的规模，你要做全数的撤离，其实确实是有问题的。然后另外我也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虽然说我们认为说是在台湾工作的人，这些外籍的朋友是在台湾工作，但是他们其中可能也许也会有第二代，他可能也会有学生。那他很多时候他的生活的重心可能也已经在台湾了。你刚才讲说，请你打包行李，请你撤离台湾，他也不见得要走嘛。那这个比如说我们2战结束之后，台湾有一批湾生被遣返回日本，其实就留下很多这样子的故事，都好像可以还回忆得到、追忆得到嘛。那这样子其实同样的一样的问题，就是在各国都是，日本有没有做撤侨的计划，甚至美国有没有，我相信都会有，但是他做到多少的强度？然后他在多少的时间内可以把这人次给运完？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如果说今天这个空域真的它危险到，就是已经战云密布，它已经非常危险了，那我们刚才讲的民间的包机，它愿不愿意来飞，都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很认同刚刚那个钟老师所提到，它其实是一个假议题，因为它实际上要执行是非常困难的。那我们在
一个它执行上实际上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把它很认真的当做一个政治上的这个事件来讨论。从军事面的角度来看，它就变得有一点荒谬。哦，所以但是咱也是要让观众朋友了解讲，就事实上无遐危险，哦，所以咱在做这个计划应该是较务实来看讲，哦，你印尼人你应该可能有一半的人无要撤离，一半的人有可能要走，可能要分做几工。我相信这安尼做，某种程度嘛是对着这个在台湾的外国人一种安心，也是讲一般来讲，在国际上对着这个外国的这个侨民，咱拢安怎来处理呢？老师？咱看去菲律宾菲律宾的外交部，差不多以昨还是今仔日透早就完咧讲台湾安全啦，虽然讲菲律宾阮也拢有诶注意所以咱知影就是讲其他国家因有伊诶考虑，但是咱阮也爱有做到足济。比如讲，咱头前有看到外交部，伊就讲会当尽量甲因即来协调，来说明台湾所拄着的一寡安全的经济，咱讲要提供必要的合作，就是讲其他国家要保护因的人民嘛，咱台湾唔惊爱保护咱家己的民众，阮爱保护以台湾来做工课、读册，一个外国人的生命甲财产，这个原来是咱的责任嘛，是。所以恁讲安尼就是讲，会当做较济准备，这个是对的，我捌看过一篇的报道，就是讲台湾的防空洞甲这个东京数量会相比咱个比佫较济，但是咱爱家己检讨检讨就是讲。咱是毋是知影讲咱岛附近，讲有危险的时阵，倒位是咱应该爱去来一个咱像救护的场所还是来这个掩护的场所所以就是讲头前就有咱会当看到是讲美国有安尼讲讲台湾这个防空演习并毋是讲咱就照本宣科并毋是讲做认真所以我感觉。对台湾来讲，这是咱家己爱检讨足济就是讲其他国家，以这台湾的历史内底，我会记捌听过这个丁大卫是较早这个美国在台协会的理事主席。伊般来讲，伊的经验内底以这个台海危机，1950年代这个台海危机，就是讲美国安那来撤侨咱就准备共款啦就是讲其他的国家，因并唔是讲为着这危机还是危险，阮也有可能就是讲有啥物重要还重大新兴传染疾病，比如讲咱这 SARS 期间，阮也有共款有这个将这个无必要的人员撤离所以讲这个是对咱来讲，阮也袂使讲恁其他的国家恁无需要做这种准备，但是咱爱做较济就是讲。爱甲因来说明台湾目前并唔是这样危险，恁所想的并唔是合乎这个现实我计讲就是讲，因为咱过来有一个选举，这个选举内底两党啥物消息都拢来。这两党就是讲，伊这选战的主调就是讲，这个战争甲和平，所以有足济。有可能就是讲，以这个政党内底，是政治的攻防内底，来互咱的民众，是外国人，无必要会惊吓。这就马上选举就来啥物就有啦那我要请教理事长，在过去总统大选当中其实拢应该对着这个外籍人士尤其是移工应该对因来讲拢不关因的代志。但是这一次的总统选举也有可能。因为像这种代志，变做讲因来惊吓咱理事会内面，还是讲咱在全台湾各式各样的这协会彼此之间的这联系当中，
大家有对着这个代志来做这个讨论，还是做过什么准备？需要台湾的外交部或者是相关的单位来做什么协调协助的无？事实上吼，咱应该伫咧这部分的这个资料内底吼，不但是讲外交部爱去甲咱这驻外单位吼，会当他们有一个沟通，互因了解台湾的情势。另外就是更重要就是讲，其实咱真侪伫咧咱台湾，不管是咧做工课的迄个移工，还是这个白领，甚至是讲学生、新住民。对因来讲哦，因为外交政治是一个较复杂的议题，所以咱要安怎用一寡较简单、明确的这个态度来甲这迄个外国人来做一个解说，互伊一个正确的迄个资讯是真重要的。所以我是感觉讲，伫咧这部分来讲。问题，即马大部分的即个移工，还是讲外国人伫咧台湾，因事实上是无像外口的人咧看人讲，这安那迄个惊吓，这安那危险。也毋过，咱得爱提防讲，即款的即个，咱若是无来迄个积极来甲因做一寡说明还是讲有一个即个较明确来甲因提供一寡即个正确的资讯来讲。对因来讲吼，这慢慢啊，有若是有一寡即个疑虑会去扩大。这部分就是讲，比如讲几啊当前吼，这个 ISIS 伊斯兰国的这个问题真严重。咱迄阵就发现讲，有一寡印尼的工人哦，伊伫咧网络顶面吼，了解到这个 ISIS 因的一寡思想了吼，真正是伊的这个脑筋内底，真正有一寡这款的观念，甚至讲，佫有这个移工登去到印尼的时阵吼，去互因的印尼的警察甲迄个逮捕起来。所以我是感觉讲吼。咱外交部咧甲咱遮驻外的迄个遮外国的办事处来做即个沟通的即个时阵，咱有若是爱了解讲，伫咧即马伫咧台湾生活遮尔侪73万的即个移工，佫有遮尔侪外国的学生。咱是要安怎来甲因说明讲，咱表达讲咱台湾即马的即个情形，互因会当妄遐惊吓，互即款的即个疑虑，袂讲像迄款安尼蔓延出去，我是感觉这是真重要的，因为咱若是讲莫讲单头于迄个中国的即个飞机，还是军事的即个行动来讲，咱莫单头因来。讲一阵，伊若用咱即款的情形，然后继续即个疑虑，还是即款的惊吓继续落去的话，讲实在，咱家己的国内的即个劳动力就会发生问题啊。是啊，这另外佫一个外部的因素，就是讲，即摆佫传出来讲，美国已经伫咧咱台湾政府咧谈论讲，要甲因。因为国防安全法内面有规范，讲要甲武器放来咱台湾，要来储存，万不利因若是要就备战，要来战争，要来安怎？那这个消息若是变做是真的，若是有这个相当的计划，这个尤其在东亚这几个国家，因是安怎想？包括进前菲律宾。伊3个空军基地，基地就变做甲美国，人伊嘛乖乖要甲伊配合啊。印尼虽然较远，甲中国的关系较好，包括了其他的国家，因会安怎想？咱要安怎来做这个铺排呢？庄老师，我想咱当然啦咱毋茫看美国，还是讲国际诶安怎甲咱斗相共这当然，即马。我想阿强伊上惊着台湾国际化，即马这已经是一个趋势啊！伊即马想尽一切的办法，都要阻止这代志发生。毋过我看伊阻挡不住啦。你讲咱会使，咱若会使做什么？咱家己会使做什么？咱若从乌克兰战争遐咱也会使学到，真正，咱只有靠家己，先靠家己啦，自助人助啦。阿强要安怎做？阿强要什么时阵来拍？坦白讲，这毋是咱会使做的。咱会使做头一件，就是互咱家己啊，互阿强啊要来拍，伊的代价足悬的，悬到伊可能共产党会倒，习近平会倒，安尼伊可能要做的时阵。伊可能都爱算一下，然后你讲这个弹药储存的问题，当然即马因为今年的国防授权法，美国的国防授权法伊内底就有讲，即马把台湾看作是非北约盟国的，那就甲
菲律宾赶快，好，到时阵有修正，还是安怎？迄武器弹药，咱会优先给咱送。不要忘记哈，美国跟菲律宾也是军事同盟国。 咱台湾跟美国连外交关系都无啦，吼，所以讲我讲这，所以大家就想讲，哎呀，有两种看法，一种是咱什么抓头抓尾就无咱的名，安尼空吹报纸安尼啊，啊有的是讲，你看人伊安尼就有安尼啊，咱就什么拢无，咱就有安尼，啊应该更加加强。无我甲你讲，因为当然啦，这规个美国那无爱跟咱有外交关系，在讲起来肉长，讲规波讲袂完。不过。 我跟你讲，我喜欢哈，实质的关系哈，比那个名分更重要啦，啊，对吧？伊真正互咱物件，你看，伊甲中国吼有外交关系，不过即摆两个那就要修正嘞，对吧？啊，伊甲咱无外交关系，啊，毋过好甲三款，啊，所以讲有关咱个转来弹药储存哈的问题啦，你看最近嘛报纸嘛看到嘛。 以及嘛，军工产业，它不只是说以政企的时阵直接给我们，以及嘛都被台湾跟美国连，特别是在台湾建立生产，对，建立生产线，咱家己走，安尼上紧。的确，在乌克兰的战争都告诉我们大家哈，真正你弹药再多都无够怕，不止今嘛乌克兰、俄罗斯拢赶快弹药都无够了，所以讲咱。 只能是说增加供给，按增加供给的两个嘛，一个是别人互咱，按一个是咱家己得都来咱家己做，按即嘛这两个方向，咱都为齐头并进啦，哎，那即嘛是安尼做，所以我讲政府啊，跟美国啊，拢很积极的来面对，真正那拍过来，按咱武器弹药哈。 安怎至少自给自足？他们讲，要拍那无子弹嘛，无法度嘛，对不？所以讲，即马拢有在铺陈啦。好，咱政府拢真正拢去走，所以我想讲，像这一寡代志，爱互老百姓知，哦，毋是讲哇，咱互因知，咱即马甲美国拢有在准备，好，安尼我想伊都袂讲。 咱台湾会行到投降去啦，这样。这就是安尼吼，就是政府一方面啊，有两种心态吼。有诶讲，你政府你莫讲甲伤济，你讲啊伤济，你愈讲啊，你讲伤济，我会足惊诶。吼，啊，恁去做就好啊。啊，政府有当时会讲袂使咯，我就应该啊，逐项就要甲你讲个清楚。你讲个清楚吼，恁才会心头较会定。到底是倒一种呢？这全民认知。 啊！若别人若甲咱限一下，咱就越落落险。这甲全民国防嘛有关吼。这个请教到总编辑，这认知作战是，这到底应该抓什么？抓这倒一个方位？譬如讲，那这个代志，譬如讲以早一个立法委员，伊讲哦，中国的山东舰啦，哦，逼到超过24海里啦，是，哦，因为歼15啦。 这签字的签啦，签15起飞到台湾哦，只干咱2分钟啦。啊，你台湾你哪会拢无处理啦？啊，咱国防部敢唔出来讲？是啊，拢爱互恁杂志来讲。安尼敢对？很感谢他给我们舞台嘛。总编辑，你要趁这个机会讲互咱听。我们看一下数据哈，就是说24海里，这个就临海接邻区嘛哈。然后山东舰如果在那边活动，它的歼15起飞之后，2分钟就会飞抵台湾的上空嘛。那我举一个数字，我之前去年中共军演的时候，我们查了一个数字，我们部署在花莲的反舰飞弹阵地的雄风2型飞弹，在这个距离，假设在附近的话，在射程内，大概在120秒，也是2分钟左右会命中。所以换个角度想，就是说我们评估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离我们很近，确实是有威胁，可是也反过来，我们也威胁它，所以它在不在24海里，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从军事上来讲，我们需要讨论它吗？因为它也会被我们给威胁啊。它的航空母舰的舰载机起飞之后，也会立刻被我们的防空雷达捕捉到嘛。那我们距离越近，反应的时间就越短嘛。所以我不太懂拿这24海里来
说这个军事优势代表。我会提这个例就是安尼，一个无军事常识的这个前立法委员，伊就安尼铺陈来讲这个消息。是。啊，伊就算作放话，还是讲伊是来求问啦吼，求问讲啊，你是要安怎？请问贵官如何处置？安尼甲你问啦，是吼，敢会使安尼凊彩问？吼，这是头一个。第二个，难道你要发言的进程，你就来甲咱台湾拢动工的吗？吼，这是第二个问题。我毋是挑剔要掠伊要来个骂，要来个献嘴皮，你是讲咱台湾人应该要面对着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资讯的时候，啊安怎来看待啦？尤其譬如讲，伊佫讲。在这个美国的尼米兹号，哦，是常态性的，哦，这巡航啦。啊，是安怎？迄阵时啊无去，是一条港走起来长吗？是。哦，还是安怎？咱就想讲，像我对着军事无熟悉的人，我可能会想讲，伊干嘛讲？伊会北个啊，伊咱要乱说吗？人一定有啥物理由，但是我迄阵就想讲，国防部。是不是应该出来讲什么？你认为国防部应该这个时阵出来讲什么吗？应该这样讲，我们刚开始切题是讲认知作战嘛。好，对，那这个准备一张，这个是大概2年前的照片啊。是，就是这个主角不是这次的山东舰，是辽宁号。好，那前景这2位是美国的神盾驱逐舰伯克级的那个马廷斯号的舰长跟副舰长。那这个照片。那个时候引起也是很广泛的讨论了。这其实我认为也就是美国对于世界的认知作战嘛。我是神盾舰的舰长，我正在并航监控中国的舰艇。所以总编辑你的意思是讲，无咱就来伤咱的伤恶啊，咱们要翕一张啊。对。该安尼透明者。对，或者是我们的舰艇，其实国防部有公布，我们上个礼拜那照片我有带来，就是他们也做监控。然后也有人质疑说，为什么飞机空拍的照片解析度这么的低，经过影印什么的？那军事上来讲，就是说，因为我如果把这个解析度让你看得到很高，你就可以判断我的侦查能力嘛。所以我们就是刻意让他公布之前把那个图像的解析度给劣化。可是大多数人不太谈这个。那比如说我们这样举例好了，山东舰在我印象中它应该是初次巡弋啦，那它的。我们叫初始战力是不是已经成型，还是他还在做舰上人员的训练，在做跟舰载机联队之间的协调，这个都还是一个问号，因为中共的军事资讯不是透明化的。那尼米兹他出来，他也不会是一条船出来嘛，他一定是成群结队嘛，一个战斗群或者是一个打击群。那他出来的时候，他如果在相对的位置上面，那这2艘。舰艇是要做演习吗？还是要做协同训练吗？那以战术位置来讲，其实你只要在我的打击范围内都是嘛。那如同刚刚一样，航空母舰作战群如果要在作战的时候，它绝对不会在你沿岸跑来跑去啊，它一定是离得远远的，然后早上再来处理它的舰载机或者是它其他的手段可以攻击你，出来了后啊，对，或者他把你赶到他希望你去的海域嘛。所以是不是在同一片海域里面，其实在现代的海军的作战上面，它不是一个要素啊，而且我们也不要忘记，美国也拥有实力很坚强的水下兵力嘛，对，然后更不要提说他们在电子侦察、在空中侦察这个面向上，所以我们从应该讲说，目标如何打击一个目标之前，你要获得这个目标，目获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你的拳头再长，没有眼睛看都没有用。所以说这件事情，如果他在台海周边的巡弋能够被我们侦获，那就其实它就是一个暴露的目标。某种程度表示讲，咱有法度甲掌握。对，那只是说我们要不要做？那是国防部，因为他态度上来讲，他会比较克制，他会觉得说这个情况已经很诡谲了，而且很多东西不是部长他能够做决定的。所以总编辑认为，因较自我克制的原因是惊讲这认知作战。反效果，应该这样讲，就是认知作战是一个近年比较流行、比较明确的概念。可是其实认知作战我们在之前前身可能讲假新闻、讲流言等等的。像我这边也准备的一个资料，就是这个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的一个
在三重的空军一村，它是新北市文化局办的一个活动。那眷村文化节嘛，那原本这个眷村之前是防炮的眷村，所以空军就支援了防炮进去做展示。其实这在往年都有做过，但是呢，被这个消息被揭露之后，就被某一些媒体或者是某一些个人就说，哎，这个军方现在在住宅区做演练，要部署这个防炮，好，那大家以后这个目标就会被轰炸。那后来经过这个事实查核中心，等于也做了一个澄清跟驳斥嘛。可是不好意思，谣言传的总是比澄清传的多、传的远。所以认知作战，它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一定境外过来。这讲起来真麻烦，到现主时还有人在团这呢。对，就是说你在境内你也会产生。那我们能够做，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说，军事知识的普及。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做的。所以咱新安该给谈论这种议题的。某种程度上是的。是。对，因为你要有，像我们来看这个所谓离24海里2分钟就飞到，这我们是觉得这个有什么好讨论？它是一个荒谬的命题。那我们要让这个荒谬的命题是就是我们用正确的观念去更新它就好了。我们不必须要去争论跟驳斥嘛。是，对，这是我们这边的看法。是，老师，这认知作战吼，在世界各国，会使讲即摆介流行啊，尤其大家拢对着这个中国吼，开始来侦查，包括最近啊传出来讲，这个今仔日的美国传出来讲，因来掠2个特工啊，吼啊创这创迄，但是消息传出来了，总是有这个反对的消息会出来。即个咱台湾在目前即个情形，又搁拄着即个总统大选的呢。咱国家吼认知作战是毋是爱需要一个类似的国防部一个总指挥来做即种代志，还是讲免咱民主国家咱家己爱自我爱封闭爱安怎？你认为倒一种较好？咱政府已经有即种的机制，吼，就是讲袂使讲完全都无有一个统合。的这个机构吼，所以咱这个认知作战确实有影足重要。事实甲认知是完全无共款，吼。有影是假的事实啊，但是你认知是安尼，认知变成是真的啊，事实就是假的，吼。所以对安尼来讲，就是讲政府包括来讲，咱有一个数位科技部，吼。咱个有组织这个国家安全会议，吼因东有行政院，然后这个24点钟事实查核中心，吼，所以遇到这个假的消息，是毋是会当以这个紧，比如讲2分钟2项字，吼，会当来说明，吼，所以这个是咱会当做到，吼，但是因为台湾甲中国，吼是。足济中国对咱有足济条件就对，唔惊中国来，然后有咱台湾足济本身，吼，一寡消息啊，那个假当作真的传来传去，所以对头先来讲是毋是爱有一个中心嘛，指挥中心嘛？我感觉这个是应该有政府有民间，搁有这个半官方大家做伙来处理这个代志。是，尤其我有熟悉，今仔日特别邀请理事长来，就是安尼。因为这个假消息有当是对着边界溢入来，搁出去，变做外口入来的消息，变做会感觉讲，敢若较真哦。吼，这人这印尼的报纸咧安尼写哦，这应该是真的哦，才有这种情形呢。所以咱对着这个外籍的这个人士。因的消息来源，咱至到讲，咱要安怎如何来甲澄清？我想理事长，你有啥物看法？其实咱伫台湾的这个外籍的人数是愈来愈侪吼，毋过就是讲咱政府咧对这方面的这个资讯的传达，
较无遐那完全，因为一般来讲就是讲，咱感觉讲伊可能所理解只要是咱伊的工课啦，还是讲伊的生活的代志就会使。啊，毋过事实上，即款的认知作战的即个心理上的即个影响的问题，嘛是真值得咱政府来注意。尤其是咱咧讲，咱台湾需要真正是需要咱的迄个问题会当国际化来发展。啊，若是安尼的话，既然啊侪也是愈来愈侪的即个外籍的人士伫咱台湾来讲，对咱台湾来是一个真好的即个经的发展啦。不管是咱伫咱的经济、咱的社会，甚至讲伫咱伫国际上的即个情势上面的一个争取的一个支持来讲，这是一个会当注意的部分。也毋过，咱对这方面的这个资讯的完整的提供吼，也是较清楚、较明确的。这部分应该还是爱来做一寡处理，毋是干那讲，伊干那来做工课，吼，还是讲伊干那来读册，干那遮资讯尔。是啊，我会提出这个想法，就是讲，尤其吼，真侪假消息拢是跨过边界落入来了吼，变做讲，这人外口的人咧安尼讲的吼，应该是真的。咱来看吼，这个图表吼，华盛顿的这个邮报独家报道啦，讲吼，根据外泄的五角大厦吼，就是那国防部啦吼，讲台湾非常容易遭受到中国的空袭。专家指出，台湾必须在挺中久的吼，才会当互美国来派遣到足野的这武力到战场啦，吼，所以爱家己爱先挺起来。那根据的评估，台湾无可能在两岸冲突当中吼来抵抗着中国军方的空优啦。中国民船啊，甲军用等等的测量吼，会消弱，就美国的情报机构发现了入侵这个会当发生的这个能力。在这种种吼，讲咱的这个空袭的抵抗，这个空袭的能力，老师你安怎看？咱即马上上危险上大的当然嘛是飞弹吼，飞弹攻击啦。因为飞弹攻击的数量甲那个真的是很难防。卖讲是咱台湾，美国可能嘛无一定对啊，特别是迄啥极音速飞弹，你看根本你都无法度。不过即马就是讲有偌济量要来拍，毋是要拍倒位。好，我想说这是一个问题。不过即马来讲，因若真正要空袭，像咱以前看电影讲哦，飞机轰炸机来啊，伊上好把咱的防空飞弹拢除掉，无伊再变成防空飞弹的靶子。即马咱台湾嘛知嘛，即马咱嘛真正啊战争发生，我跟你讲，台湾海峡哈，不管是海上还是空中，台湾整个空域哈。你若防空台湾的防空飞弹，你若无还有反舰飞弹，你若无把它处理掉之后，都会变成目标，都是变成我们最好攻击的这个目标。所以讲，咱今嘛有关具，咱今嘛不爱讲啊空优啦哈，要掌握，像有一寡人讲要空优要去制海，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咱台湾无可能有迄款军事资源去跟中国做这种比数量，这无法度，伊数量都比咱多嘛，这是属实，这嘛没什么好这个否认的。所以这时候咱不是讲要空优，嘛是讲要好制海，咱即嘛是安怎拒止，叫 strategy of denial， 就是讲，互你无法度掌握空优，对。我可能没有办法掌握空优，可是我可以用所谓的以陆制海、以陆制空，然后来让你没有办法掌握空优跟海优，那目的就达到了嘛。乌克兰战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嘛。乌克兰空军它当然是没有办法跟俄罗斯的空军比嘛，可是它就是透过所谓的防空飞弹，让整个俄罗斯的空军现在要来，他要想好几次。基本上为什么会难？因为我们现在的防空飞弹，还有所谓的反舰飞弹，我们全部都是机动的嘛，所以你要抓就歹抓。而且你看，最近我们刚刚看到新闻，美国要卖我们400枚鱼叉飞弹嘛。当然啦，咱的愈来愈多，还有咱自己的雄2、雄3，还有以前的，所以讲，要来空袭人，首先要有把握把我们这些防空飞弹还有这些反舰飞弹全部把它弄掉。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根本就这飞弹当场，它又要炸我们的基础设施、发电厂，还有
那些什么一些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这些，又要攻击那么多的军事目标，还有那个移动的目标，伊根本较济。我是比较保留啦，但看俄罗斯的在无可能的代志嘛。所以像老师恁这种专业的意见，应该爱多在这个媒体上，叫大家来认知啊，让来知哦。咱唔是讲要甲伊作践，就是讲事实来听到大家来看吼，大家才会知影讲哦，原来这个就唔是秘密啦。这吼阿强啊，要拍起来，伊爱损失偌济，咱来偌济，吼大家来一个来算。总编辑，这是唔是在这个方面，尤其是关于着空军啦、飞弹啦？甚至是海军，包括咱头早一开始就问你咧山东号啦，吼，也是讲，甚至有即个学者讲即个美国你本来是以早是台海和平的维护者，你即摆是安怎一直咧卖台湾武器？咱要安怎甲向国家内面咱的国民来说明讲，无是伊先来破坏咱的即个和平安全。但是安尼种讲袂顺车是安怎呢？是那个美国其实就我们来看，我们的武器的这个侵略性可能还不足够了。就是美国卖我们这么多武器，但是我们自保足以，但是我们要去有所谓的攻击性，可能现在是还不够的。像比如说，美国现在要卖给我们海马斯的这个火箭系统，那它可能会配附的就是陆军的这个战术的飞弹，那这战术飞弹其实就是一种炮兵飞弹嘛，然后让我们拥有所谓源头打击的能力，就说也许我可以对它正在集结的泊地去做攻击等等的。但是今天我们也反过来讲，美国的评估是说，你有这个需求，我提供你这个武器，或者说我希望你按照我的战略构想，所以我给你什么样子的设备，让你可以符合我给你的定位。这个是实话，在长久以来，美国对于他的盟友大概都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设定跟定位。那你如果说以美国给我们武器是破坏台海和平，这个我认为是有一点概念被置换掉了，因为我们是先有威胁才需要有武器嘛。你的我们这样形容就是说你在家里面，然后你的邻居拿着开山刀在你门口走来走去，那你会不会拿一根球棒出来呢？那如果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美国提供武器变成是一个和平的这个破坏者，那就好像去年一整年在欧洲乌克兰的战场上面，欧洲也有许多的这个人呼吁说，我们停止供应乌克兰武器了，这样子乌克兰跟俄罗斯才会停下来吗？他们才会停下来，他们才能够和平共处。觉得怎么跟这个论点是互相呼应的呢？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刚刚讲，它其实也是政治作战中的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它可能不是一个武器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它是一个概念的。那这个概念也是回到我们刚刚讲，就是说你在试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先搞得清楚这其中的逻辑？它其实回过头还是一个逻辑的问题嘛。那我们比如说像防空识别区域的概念，我会这样形容，就是说你家外面有一个停车位，你家就是我们的国土，就是我们的领空领海，停车位可以是我画的防空识别区。邻居要来停，你会不会让他来停？会嘛？可是你会不会看看是谁来停？打声招呼嘛。对啊，你是谁啊？哦，你隔壁的，那你来停。对，那如果说今天来停的人是一个阿爸，是一个流氓，他停的不想走，你会不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子去反制他，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去跟他反映，去跟他沟通？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有了工具之后，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筹码来进行这样子的沟通，让这个沟通能够成功，是拥有这个武器的目的嘛？那你说我们要去使用它，说我们就是破坏台海和平，因为我们现在有威胁中国的能力。可是不好意思，反攻大陆好像这个名词已经很久没有再听了嘛，没有听到了嘛。所以变成说，当一方面它把这个升高，造成某个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军备竞赛。但是你没有升高的这个态势，你没有这些企图心，那你的所谓周边的国家，我们所谓潜在的这个假想敌的对手，他需要也把他的武器装备给提升吗？因为毕竟这个武器装备也是得占每一年 GDP %多少的预算嘛。所以我会觉得说，在把美国提供武器跟和平会被破坏，我认为刚好是相反的。因为当我们自己手边的筹码不够，我们不够强大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才会更走向
危机。颠倒一个缺口。是。在另外一方面吼，我有这最后要来请教着老师。咱看到 G7 吼，其实你外交部长人因组织起来，人因就开始咧讲啊，讲哦，这台海安全是上重要。咱来看事实就知影讲，其实因拢是真注重台海的安全。啊，你中国你唔通安全。难道甲反对的人讲安尼，还佫无够吗？啊，事实是如此。啊，咱还佫加做啥物？加讲啥物物件来甲说服讲啊？事实破坏和平的是对方。咱来知影，咱的指头啊是有力量，吼啊，因讲过的话，就变做这个书面。所以讲，大家拢有注意到。所以你安讲，你来无照你讲过的话，啊，大家来谴责你，咱有马克宏同款。吼，马克宏所讲的话，以欧洲啊，以全世界掠去足多的风波，所以咱就知影咧讲，台湾尽量会当超过，比如说50个国家，即马差不多50个民主的国家，都来支持台湾安全的重要性。这个对咱来讲。